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中國唔想申辦奧運嘅3個原因。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按埋隔籬嘅鈴鐺，揀全部。2036年奧運會就快接受申請啦，已有幾個國家，包括印尼、土耳其、印度、卡塔爾、南非、智利、韓國等，表達咗申辦意願。最終主辦城市預計將喺2029年夏季嘅國際奧委會全會上決定，而申辦城市預計喺2027年提出申請。之前外界一直睇好嘅上海、成都、廣州，居然通通冇動靜。實際上，整個中國都係無動於衷，集體按兵不動。中國唔陪玩嘅3個原因：第一，奧運早就變晒質啦，口口聲聲話體育冇國界，結果巴黎奧運會，俄羅斯連以國家名義參賽都唔得，但以色列就可以照常參加。你話呢個標準係乜規則呢？根本就係立場啫。諗下都驚，如果遲啲中美兩國關係搞僵，佢哋會唔會隨便揾個理由就集體唔嚟？到時東道主唔只要蝕錢、費精力，仲可能面對冷場嘅尷尬。更離譜嘅係，就算你出咗錢，都唔可以話事。比賽物品要跟從大會指定揀歐洲某個品牌嘅嘢，根本就係規則同標準嘅壟斷。第二，項目設置雙標好嚴重。美國擅長嘅游泳居然有37枚金牌，從50米到1500米，蝶泳、自由泳、混合接力輪住上陣。歐洲擅長嘅划艇設咗10幾個項目，輕輕鬆鬆就攞10幾面金牌。單車項目都有22枚金牌。到日本、法國做主辦國嘅時候，項目想加就加，想減就減，想加金牌數就加金牌數。講白咗，邊個掌權就邊個定規則。但反觀我哋嘅優勢項目，乒乓球、跳水、舉重，啲小項反而一個個要被減。你話呢個公平咩？第三，以投資角度嚟講，根本唔值。2008年北京奧運投入咗大約3000億，嗰陣時樓價仲會升，地鐵一通，周邊地價翻倍，仲有機會回本。而家樓市係咩行情？再搞大規模建設，根本就係蝕黑入肉。你睇東京奧運超咗1000億日元預算，里約奧運嘅場館賽後仲荒廢成廢墟，有咁多前車之鑑，邊個仲願意做蝕本生意啦？仲有啊，奧委會就攞住轉播權同頂級贊助嘅收益，卻要東道主承擔所有成本，起場館、整交通、搞服務，忙前忙後，最後只得個露面機會，甚至仲要背巨額債務。呢種要你出錢又唔俾你分錢嘅模式，早就冇吸引力啦。2008年嘅時候，中國需要奧運，需要靠呢個證明自己可以搞得好大型賽事，嗰係屬於嗰個時代嘅宣告。但而家唔一樣啦，論實力，我哋仲使唔使靠搞奧運先有人知啊？與其花幾百億起啲賽後變廢墟嘅場館，不如將呢筆錢用喺實實在在嘅地方。例如多起幾間學校，多建幾間社區醫院，多扶持幾間科技企業，邊樣唔比辦奧運更實際？你睇下而家嘅上海，專心搞科創；成都用心打造賽事名城；廣州埋手發展大灣區嘅民生。呢幾座城市選擇唔申奧，唔係退縮，而係成熟，唔再為面子埋單，只為實際計數。各位朋友，你哋又點睇呢？覺得我哋仲應該申辦奧運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傾下，一齊交流下意見。